咁頭先個回合咧，雙方嘅勢均力敵喎。咁但係咧打咗兩個回合咧，我哋現場睇咧，其實 Sunny Park 咧已經係分數咧係稍為略勝一籌嘅。呢一度係最後一個回合啦。咁啊睇下有冇一個奇蹟出現啦。咁但係 Sunny Park 始終即係個年紀問題啦，即係30幾歲啊。咁啊相對嚟講體能方面咧會係一個比較係少少嘅弱點。咁啊 Craig Dixon 好明顯啦。嗱呢一個回合咧佢係調翻轉咯，越戰越勇喎。佢嘅體能咧就留前鬥後，咁呢一個回合咧希望可以力挽狂瀾。嗱，你見到啊 Craig Dixon 啲攻勢咧明顯就強勁咗，特別係拳擊方面啊。嗱，因為佢知道拳係佢嗰個最大嘅殺傷武器。嗱，你睇到啦，話呢幾拳連環咧就打中咗 Sunny Park。話你睇佢好把握嘅時間啦 ，hold 到一個弱點咧就真係連環重拳啦。咁啊打到阿 Sunny Park 都企唔穩。哇！呢一拳真係 hold 得好嘢啊 Craig Dixon 真係話睇中唯一一個即係轉機啊，可以真係化呢個失敗而家變咗一個勝利啊！即係呢個好難得啊！咁啊，其實咧真係阿 Sunny Park 真係好唔好彩啊！咁啊，拳證咧就因為呢個安全為理由咧，就要終止場比賽啦。因為Sunny Park 嗰個師傅咧都要拋毛巾啊，咁啊覺得即係唔可以再繼續落去啦。咁呢一場比賽嘅結果都有啲戲劇性㗎，咁啊在場嘅人士咧都覺得 Craig Dixon 真係好嘢啊！真係千鈞一髮 hold 到一個咁難得嘅黃金機會，咁啊即係反敗為勝啦。咁啊其實咧真係講得啱嘅，機會係真係俾有準備嘅人嘅。咁當晚咧出現咗一個小插曲喎，咁啊之前阿黃洋達提過嗰位挑戰者咧，原來咧就當晚都有嚟到睇比賽喎，咁啊所以咧在場人士咧相當之雀躍嘅，真係希望，咦唔通今晚佢能夠真係夠膽上台挑戰呢個黃洋達啊？咁但係咧就真係經過雙方面嘅一輪磋商啊，咁其實在場都有少少混亂嘅，咁但係咧我哋香港嘅市民咧都好有守秩序嘅，咁啊大家只不過係即係比較反應激烈啲啫，咁就冇乜特別嘅問題出現。咁但係我在場咧我都幾緊張嘅，因為咧突然間咧個 run down 咧即係搞亂咗啦。咁究竟呢個挑戰者有冇上台咧？咁咧我哋拉尾咧就經過一輪磋商。咁咧就即係嗰位參賽者種種嘅原因啦，都未能夠咧即係上台同阿黃洋達真正打翻場喎。咁咧所以咧就當晚咧結果都係黃洋達要挑戰翻呢個歐浩晴啦。好啦，繼續同身邊一位嘉賓傾下偈先。咁啊，大家如果睇開我節目咧 ，Sam 哥踢館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啊，唔知有冇7、8、9啦。咁啊，其實好多集咧都會訪問呢一位老前輩嘅，咁就係阿張勝師傅。你好，多謝你邀請。咁啊，張勝師傅咧，其實呢位合氣道同埋柔道嘅專家、教練啊，前輩兼師傅啊。咁啊，亦都係其實咧柔道又好、合氣道又好、柔術又好，其實都同 MMA 係咪有啲關係㗎？絕對有關係，因為咧柔道咧講求平衡。咁你如果喺擂台上面咧冇平衡，你出拳都會跌低。兼夾你啊同人打一定要企得穩先至個拳有力。咁其實今晚即係都有場 MMA 喎，咁啊黃洋達先生啦，同埋佢對手啦，用 MMA 嘅賽例咧比賽喎。咁你覺得即係嗱泰拳啦，你問我知啊，最緊要體能，拳腳爭失咁啊講完啦。咁啊 MMA 又如何咧？唔單止企喺度個立技喎，好似打到瞓低仲要打喎。咁你覺得即係邊方面嘅技巧係最重要咧？當然係拳腳方面都好重要，因為落咗地直頭要騎實再打嘅。再打，不過係啦，冇錯，絕對係要拳腳，包括咧當然 MMA 就你越學得多武術咧，就可以絕對融合埋一齊，咁就可以發揮出嚟。即係到時無論咩情況啊，瞓低又好啊，俾人箍住又好啊，自己箍住人好啦，都可以用其他武術咧，就可以為你解圍啦，同埋為你可以更加快啲去制服對手嘅，係咪啊？好嘛，咁今晚啊，希望阿張師傅就俾多啲意見我哋啲後輩好嘛？關於即係香港咧，可能即係未來都好多人玩 MMA 啊、柔術嗰啲喎。你都好似而家教緊呢啲嘢喎，係咪啊？教緊兼夾咧，我而家係綜合格鬥技協會嘅主席，咁我想推廣呢樣運動，咁啊多得你今次咧舉辦呢種運動係好少有嘅香港平時係得 Legend 一場啫，係啦。咁啊最緊要啊，即係學呢啲 MMA 嗱，我都唔敢學啊，因為我啊即係年紀咁上下，驚啲關節受損。咁但係咧，受呢個安全，即係多啲注意安全嗰個規則啊，或者喺呢個專業嘅教練帶領下咧，其實都可以好安全嘅。咁啊，張師傅推廣 MMA 第時都要靠你啦。多謝你捧場。
好啦，跟住呢場咧就係一個 MMA 嘅賽事啊，咁啊黃褲嘅黃洋達啊，咁啊對紅色腳套紅色褲嘅歐浩晴啊，咁咧一場係打 MMA 嘅例嘅，咁可能同一般嘅泰拳例啊，咁佢哋都係戴嘅拳套都係唔同啦。咁黃洋達經過頭先嘅棟篤笑環節咧，同埋即係有個突發事件咧，可能都影響咗佢嘅，即係唔知會唔會影響啲氣啊同埋體能啦。咁啊呢場咧，見到佢都話都好認真啊打得。咁歐浩晴咧打開巴西柔術嘅，咁啊相當有經驗。打法同泰拳咧可能有啲唔同啦，因為我相信重要嗰個武器咧都係喺地上面發揮嘅。咁所以相信歐浩晴咧都等緊機會埋身，用呢個拳干擾黃洋達之後咧，就希望有機會咧可以將佢抱低喺地下咧，咁然後實施巴西柔術嘅關節技啊！暫時都係雙方都係出拳。咁由於即係拳套比較細嘅，咁所以其實雙方咧嗰個防守方面咧係有啲更加要嚴謹嘅，因為好容易咧就會俾雙方嘅拳咧會穿過咗對方嘅防守線。咁對於一個即係黃洋達嚟講咧，咁其實佢又要搞棟篤笑啦，又要練習啦，又要搞拳賽咧，其實都好辛苦嘅。咁起碼咧佢有勇氣上台咧，已經係即係算係即係一個交代㗎啦。咁歐浩晴咧步步進逼啊，用低數干擾黃洋達，等佢手低咗咧，跟住即刻用呢個快拳咧攻擊黃洋達嘅肚部啦。咁大家唔好睇少啊，其實一個分零鐘咧，其實咧真係非常非常之浪費呢個體能同氣力㗎。有機會咧，歐浩晴都上嚟抱低佢，黃洋達即刻連續快拳咧就解圍，咁就叫佢出咗去個 corner 位啦。呢一下左勾拳好靚，哇！咁逼到黃洋達咧就去咗呢個南角嗰度。哇！咁喺呢個時候咧，即係拳證終於終止人賽事啊，為於安全為理由。各位如果想再睇更多精彩嘅拳賽，記住留意下個禮拜六同樣時間 Sam 哥踢館6，再見。力保健特約 Sam 哥踢館6係由力保健特約贊助播出。